跟你接触了这么久，我觉得你特别好，你将来一定能成大事。多谢袁哥关照。我呢，已经给你铺垫很久了，现在时间到了。听袁哥吩咐。王楠，你是个爽快人，但做大事光靠爽快是不行的。必要的时候，你要有一颗杀人的心。喂，南哥，老地方，我等你。袁哥，你小白一会儿就到。来哥，这么快就来了？兵哥阿秋呢？哦，他们随后就到。来，坐。今天有什么好玩的？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给你找找啊。你懂我的啊。来呀！阿南，帮忙！小白受伤了，跑不远，所有人给我追！追！按着血迹追！是。不然哥，这血迹到这儿就没有了。我想肯定掉下悬崖了，这么深的悬崖掉下去。这儿的风景越来越美了啊！